大家好，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哋澳洲新聞呢？就係我哋嘅工黨政府所實行嘅一個新嘅上車政策，就係首次置業者淨係需要5% 嘅首期就可以上車呢一個嘅新政策啦。呢個新政策咧，被譽為係一個非常之瘋狂嘅政策嚟㗎。咁由12月1號到而家，我哋嘅房地產市場已經有一個好大嘅變化啦。我哋今集就會睇一睇呢一個政策究竟對我哋市場有啲咩影響啦。Livewire Markets 嘅金融記者 Vishal 今個禮拜就經歷咗一個差啲令佢喺張凳嗰度跌落嚟嘅震撼一幕喎。究竟呢一幕有啲咩咁巴閉呢？就係呢位記者收到佢阿媽發俾佢一個悉尼西區嘅房產清單喎。咁佢阿媽咧就好唔明咁樣問呢個金融記者啦，以為個仔好勁，乜都知啊。咁佢就問悉尼嘅西區究竟發生咩事啊？原本標喺75萬嘅樓，一夜之間突然間重新標價去到90萬，係咪系統壞咗啊？究竟發生啲咩事？核爆式咁樣飆升咗近2成呢？嗱，呢一個就其實唔係一個網頁系統嘅故障嚟㗎，其實真實嘅原因就係2025年10月1號開始，工黨政府呢一個5% 嘅首期擔保計劃已經啟動咗啦。呢個係我哋市場最真實嘅反應嚟㗎。澳洲樓市瘋狂到一個點，就連澳洲嘅主流媒體都話已經冇辦法再用常規嘅詞彙嚟形容而家嘅情況啦。咁澳洲金融評論報 AFR 更加係政策實施嘅第一日，頭版嘅標題直接打出前所未有嘅需求，而澳洲房地產買家代理協會 REBAA 更加係發出警告㗎，就係話我哋而家市場已經係陷入咗恐慌性嘅購買啊，即係 panic buying 啦。仲有一個英文嘅形容詞，叫做 frenzy 嚟形容呢個咁瘋狂嘅樓市喎。即係咧，好多買家連屋都唔睇，直接就高價追入喎。呢啲唔係吹水啊！咁喺政策實施咗第二日，即係10月2號咧，ABC 嘅7點半節目咧，亦都係深入昆士蘭州嘅樓市㗎。一位房地產中介喺鏡頭前面形容咧，而家樓市係飢餓遊戲喎。咁同時啊，澳洲保險領事會 Insurance Council 更加向 ABC News 發出一個好驚人嘅預測喎，就係呢個咁樣嘅5% 首付嘅計劃，可能係會導致樓價第一年就上漲10%咋。咁我哋今日就會用一個最真實嘅數據同埋最前線嘅案例，去為大家揭示呢一場風暴嘅全貌㗎。我會同大家分析一下點解我話呢一個係大家未來10年之內房價終極爆升之前嘅最後一次上車機會啊！如果你今日仲喺度猶豫喺度觀望嘅話，記住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啊！因為如果我哋錯過咗呢一次機會嘅話呢，我哋輸嘅唔單止係一層樓喎，仲係輸咗成個時代嘅財富列車啊！咁我哋而家一齊直擊一下政策實施之後，我哋澳洲每一個地方正在上演嘅火熱樓市啦。